Yo，what's up？歡迎大家嚟到 Degen Talk。咁啱啱呢個10月咧就正式過咗啦。咁啊，相信大家都好深刻噶啦，因為我哋有10月11號呢個歷史性嘅崩盤大事件啦，好多山寨幣跌超過90%。咁啊，好多人期待嘅 October 啦，咁啊冇如期來臨啦，反而咧佢成為咗近呢6年嚟最差表現嘅10月份。咁究竟我哋去到而家呢一刻係牛市回調啊，定話係熊市已經正式來臨？而家嘅大家應該抄底撈貨，定話應該係最後嘅討生活？咁啊，今日呢條片咧係一個全新嘅系列啦。之後咧，我都會每一個禮拜咧同大家更新一下咧最近一啲幣圈發生嘅一啲咩事啦，同埋會分享一下可能嚟緊呢個星期啦，我自己一啲嘅部署同埋一啲鏈上面嘅機會。咁啊，啱啱呢個10月份咧，可以話係慘不忍睹啦。咁啊，成為咗近呢6年嚟咧第一次嘅10月份咧係跌收場嘅。大家會望到咧呢個圖表咧喺過往嘅6年啦，全部都係升嘅，而且咧 October 咧係被人稱為 October， 因為過往10月份咧個表現都係非常之好。咁啊，但係今年咧就即係出乎意料之外啦。10月份唔單止冇升不特止啊，仲迎嚟咗其中一次最大嘅崩盤事件。咁啊，最後咧成個10月份就跌3.7% 啦，就係6年嚟咧第一次月線咧係跌嘅。咁我哋望翻比特幣同埋以太坊嘅表現啦，其實都唔係太理想啊。而家咧比特幣係喺107000蚊左右啦，而以太坊咧就喺3700。我哋會望到而家即係比特幣嘅50天線啦，係喺114000蚊左右水平，而200天線咧係喺11萬左右啦。咁其實咧可能大概過多10零20日咧，50天線咧就會有機會跌破200天線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200天線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牛熊分水嶺啊。如果啦比特幣同埋以太坊啦真係跌破咗200天線嘅話咧，其實基本上真係可以確定到咧呢個熊市行真係已經嚟臨啦。呢個情況咧都係幾值得令人擔憂。咁啊，講到 BTC Dominance 啊，都最近咧喺自從9月中開始咧，已經有喺個底部回升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比特幣呢個 BTC Dominance 咧係對於成個大市係一個反向指標啊。如果比特幣呢個 BTC Dominance 咧表現得好好咧，代表住其實成個大市表現好差，代表山寨幣嘅表現咧非常之差啦。咁呢度望到啦，已經形成咗個底部啦，而之後咧就慢慢一路向上，一路向上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一路觀察住呢個 BTC Dominance， 其實見到短期內咧真係唔會有任何山寨幣有啲咩好嘅表現出現啦。咁啊，短期內我自己都係比較審慎啦。咁而除咗呢一個 October 事件之外啦，咁啊最近呢個星期咧，當然就係聯儲局啦有講到降息嘅事件啦。咁啱啱嗰轉嘅 FOMC 啦，最終就決定咗咧降息25嘅 BPS 嘅，咁咧係成為2025年嘅第二次降息啦。但係呢個位咧值得有各位注意，就係今次嘅投票咧，其實係10票裏邊對2票通過嘅。咁其中一個成員咧就主張唔應該降息，咁而另一個位成員咧就支持降息2碼。咁呢個咧係近5年嚟咧一個最明顯嘅政策分歧啊。因為過往咧其實好多時啲 FOMC 咧佢哋嗰個表態咧都係會非常一致啦。咁所以咧可能係呢個咁明顯嘅分歧咧，而鮑威爾咧都講咗個言論啊，就係話12月進一步降息咧並非定論啊，言之過早啊。咁啊呢個消息咧亦都係令到咧市場咧有一波嘅回調啦，有一波嘅下跌啦。咁因為大家其實都一路預期住咧12月咧係會再降息㗎。咁啊而家鮑威爾講完個言論之後咧，咁啊大家就認為有機會唔降息，就令到不確定性增加咗啦。咁啊，其實可以睇翻呢一個聯儲局啦。咁啊，佢下一次嘅 FOMC 咧就仲有37日。咁我哋望翻啦，其實而家咧係有70% 嘅 probabilities 啦，係認為咧下一次係都係會降25 BPS 嘅。但係我哋望翻咧，其實喺1個禮拜前咧係有超過90%嘅人咧係認為會降息㗎。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呢一個嘅機率嘅下降啦，亦都代表住咧市場對呢個不確定性嘅因素咧就增加咗啦。咁我哋望埋呢個 ETF 嘅流入數據啦，咁其實咧 BTC 同埋 ETF 咧就有一個幾明顯嘅分歧嘅。BTC 咧其實上個禮拜咧成個禮拜淨流出咗607個 million 啦，咁但係反而啦以太坊就有個淨流入嘅114個 million， 咁但係114個 million 都唔係話特別好顯著嘅數字啦，咁但係明顯見到咧成個 ETF 嘅表現咧其實都唔係特別好啊，尤其是 BTC 咧有一個淨流出嘅表現。今日講到呢個 ETF 表現咧，其中一個上個禮拜嘅重磅嘅新聞咧就係
好多嘅山寨幣 ETF 咧通過咗，然之後正式上線啦。呢個咧其實理論上嚟講咧，應該係對山寨幣咧係一個非常之利好嘅消息啦。咁啊，但係咧呢個消息出咗嚟啦，或者呢啲 ETF 咧上咗線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山寨幣咧都冇明顯嘅價格升幅啊。咁亦都代表住咧而家呢個市場咧真係一個非常之暗淡啦，非常之慘淡嘅情況。因為以往嘅牛市啦，如果出現呢啲咁嘅山寨幣 ETF 上線嘅消息咧，可以係會話俾傳媒咧係不停咁樣去誇大，不停咁去放大，然之後咧去推動價格嘅上升。咁啊，但係咧見到而家呢啲咁嘅消息啦，喺咁嘅情況下咧，反而完全對個價格冇咩影響啦。咁可以見到大家而家呢個市況係真係非常之慘淡。咁其實咧呢一轉嘅山寨幣 ETF 咧，總共咧係有3隻幣咧係掛咗牌嘅，分別就係 SOL 啦、LTC 啦同埋 HBAR 嘅。咁 SOL ETF 喺自從28號開始之後咧，其實每一日咧都係一個淨流入嘅狀態啦。咁啊，但係奈何咧呢一個嘅 ETF 嘅表現咧，都未係好推動到 Solana 嘅價格走勢。咁即係源自於因為大市嘅表現實在太差啦。咁啊，所以就即使有啲利好消息咧，都冇話一個好明顯嘅上漲啦。咁其實望翻呢一個嘅LTC 啦，同埋 HBAR 咧，其實佢哋嗰個 ETF 咧都係一個流入嘅水平嘅。咁但係就係市場太差，所以咧價格都係冇咩特別嘅表現。咁而啱個禮拜咧，其實咧出現咗第一單，就係其中一間嘅 DAT 公司咧，佢哋會賣咗4000萬美金嘅以太坊，就係為咗回購佢哋嘅股票啦。咁其實呢一個情況咧，喺好耐之前嘅我有拍片都有講過，即係其中一個比較擔心嘅情況啦，就係咧當呢啲嘅 DAT 公司咧，如果佢哋嗰個市值咧係低過佢哋買入嘅以太坊數量嗰個價格嘅話咧，其實咧佢哋係會出現一個壓力咧，要回購翻佢哋嘅股票。因為啦，以前咧可能 MicroStrategy 啊，或者好多唔同嘅 DAT 公司咧，點解佢哋可以形成到個飛輪效應咧？就係源自於佢哋嘅市值大過佢哋揸住嘅啲 digital asset 嘅 amount 啊，所以令到咧佢哋可以不斷咁去融資，不斷咁去買新嘅 asset。但係當咧市值係低過佢哋揸住嘅價值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個壓力啦，就係當譬如依間 ETH、Sila 抵受唔住壓力嘅時候咧，佢哋就要去出售佢哋嘅以太坊，去維持翻佢哋嘅股價嘅表現啦。咁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喺好美好嘅飛輪效應背後咧，其中一個死亡螺旋啦。咁如果呢啲公司咧一路都頂唔住呢啲壓力嘅話咧，咁佢哋就會賣更加多嘅以太幣啦，去計翻佢哋股票啦，就會令到咧以太坊嘅價格咧受壓嘅。咁但係好事就係咧，依間 ETH 嘅 Sila 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唔係一間好大嘅公司啦。大家會見到佢就排名第7啦。其實佢揸住嘅以太坊數目咧，都係得10萬粒左右，咁大概400 million美金，所以影響就唔係真係話好大啦。咁啊，同時間所以我哋更加應該關注就係最大嗰兩間，譬如 Bitmine 啦同埋 Shoplink 啦。咁其實咧都見到一個唔係幾好嘅警號，就係佢哋個 MNAV 咧就係非常接近1啦，同埋 Shoplink 已經跌超過1嘅啦。當跌超過1嘅話，其實呢啲公司都係有呢個壓力咧，要去賣佢哋嘅以太坊咧去回購股票。咁啊，但係咧有個比較好嘅消息啦，就係咧Bitmine 咧就會喺最近呢個禮拜咧分別咧買咗2次以太坊。第一次咧就係買咗3.31 million 嘅以太坊啦，第二次咧就係買咗30 million 嘅以太坊。咁啊，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即係喺同一個情況下啦，有啲公司就頂唔順壓力啦，要買以太坊，但係同時間龍頭嘅呢間 Bitmine 咧係仍然繼續去 keep 住 accumulate 以太坊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支撐住過往呢一個 ETH 嘅價格表現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啊，所以咧，大家之後又要密切觀察住咧，究竟呢啲 DAT 公司咧係咪仲有力量咧去 keep 住去買啦？咁呢個咧絕對係會影響住未來以太坊嘅一個價格嘅表現走勢。咁啊，講到以太坊咧，其中一個比較大嘅新聞就係咧，以太坊下一個比較大嘅升級 Fusaka 咧就會喺12月3號咧會去進行一個升級。咁呢個升級咧，其實就主要就會令到咧成個以太坊嘅 TPS 啦，即係嗰個交易量咧就可以提高起碼2倍啊。咁啊，同時間咧佢會令到啦一啲 L2 嘅生態啦，佢哋個成本咧可以降多50%至80%。咁呢度我整咗個表啦，就係講緊即係升級之前同埋升級之後咧預期嘅改善啦。咁啊，一句講晒啦，就係呢個升級一定係對以太坊好啦。咁呢個 Fusaka 咧點解特別想講咧？就係因為咧其實以往啦以太坊嘅升級咧都係會對以太坊嘅價格有一個幾明顯嘅即係影響力啦。咁我就攞咗以往以太坊一啲嘅升級嘅表現，
分別我攞咗4次，就係 Berlin 啦、London 啦、Shanghai 同埋最近嘅 Duncan 啦。咁大家會見到咧，就係最近呢4次嘅大型升級咧，通常都會喺升級前嘅1個月咧，有一個幾明顯嘅價格表現升幅嘅。咁啊 Berlin 升咗40% 啦 ，London 呢個升咗34% 啦，上海呢個升級21%，Duncan 呢個升咗52%。咁啊，大家可能咧都會預期啦，呢一個嘅 Fusaka 升級咧，都會有機會迎嚟咧以太坊可能未來其中一個刺激住幣價上漲嘅一個升級啦。咁尤其是呢個 Fusaka 啦，其實喺呢個咁差嘅市況下咧，其實都唔係太多嘅媒體啦，或者係 Twitter 嘅人去討論啦。咁所以呢一個升級嘅事件咧，大家係可以絕對值得關注。咁而家個錄片就係11月3號嘛，就啱啱好就係佢預期升級嘅前1個月。咁我哋就可以望下嚟緊呢個月咧，以太坊嘅價格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嘅表現啦。咁下一個想講咧，就係最近咧預測市場咧係喺成個 crypto market 咧，可以話係唯一兩個係好有熱點嘅賽道啦。因為咧預測市場其中一個最大咧就係 Poly Market， 佢哋就已經基本上宣布咗佢哋會推出佢哋嘅原生代幣 Poly 㗎啦。咁而咧佢哋個空投計劃咧，亦都會隨住美國市場重啟咧而登場啊。Poly Market 咧而家就係目前為止最大嘅預測市場啦。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賭注可以玩，包括佢哋喺政策上面嘅賭注啊，又或者係唔同可能體育盛事嘅賭注都可以喺上面玩。交易量都非常之多啦。Poly Market 咧早前有講過就係話因為美國嘅監管問題啦，咁所以佢哋就 shut down 咗一段時間嘅。但係咧而家可能最近合規嗰邊咧就開始即係放寬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有機會可以喺11月底咧重返翻美國市場啊。同時間咧就會開始聚焦更加多嘅體育賽事交易。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喺傳統世界咧好多嘅體育賽事交易咧一路都係非常之賺錢啊，好多用戶都會係賭嗰啲關於體育賽事噶啦。所以如果啦 Poly Market 咧真係可以重返翻美國市場啦，然之後咧11月咧亦都係即係美國體育賽事嘅一啲嘅旺季啊，無論係 NBA 啊或者 CFB 等等啦。呢啲嘅推出咧都係預期會引入咗大量嘅用戶啦去玩 Poly Market 啦，令到預測市場咧係即係更加強嘅熱度啊。因為咧預測市場咧其實其中一個比較好嘅亮點咧就係咧佢係好容易俾唔係幣圈嘅人去理解啊，所以咧預測市場亦都係其中一個啦，我非常之睇好，有機會可以大力出圈嘅一個賽道啦。尤其是 Poly Market，佢哋嘅手續費啦，或者佢哋嘅賠率咧，其實都相對比其他嘅傳統博彩平台咧，都係要好多嘅。所以其實呢個無論喺成本嘅角度出發啦，或者係佢哋嗰個預測，即係嗰個市場嘅多樣性啦，都會吸引到好多大量嘅用戶咧，會慢慢從傳統嘅預測市場咧搬到去用Poly Market。呢啲全部都係咧令到咧預測市場呢個賽道咧好值得大家去關注啦。而同時間咧 Poly Market 咧佢哋嘅估值都係非常之誇張啦。之前有講到就係話佢哋嗰個估值而家去到150億嘅美金啊，一個咁高估值嘅項目啦。同時間咧，如果佢哋未來推出佢哋嘅原生代幣 Poly 嘅話咧，大家都可以多啲去 Poly Market 嗰度去做多啲 interaction 啦。有機會之後可以攞到一啲嘅空投。講到預測市場咧，最近有一單比較搞笑嘅新聞咧，就係Coinbase 咧，佢哋最近有個財報嘅會議啦。然之後咧，佢哋嘅 CEO 啦，就喺臨尾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嗌咗 Bitcoin、Blockchain 同埋 Web3 呢啲咁嘅關鍵字眼啦。點解佢會咁做咧？就係因為咧源自於 Poly Market 上邊咧有一個嘅賭注啊，就係講緊咧Armstrong 咧會唔會喺佢哋嗰個earning calls 嗰度咧講以下呢啲嘅字眼。而的確咧嗰個Armstrong 咧就喺佢哋開緊會嘅時候突然間見到呢一個 market 啦，所以咧佢哋就講咗就話佢啱啱 follow 緊 Poly Market， 跟住 Coinbase 會講啲乜，所以咧佢臨尾咧喺完嘅時候就補上咗呢5個字眼。呢5個字眼就最後就令到咧所有投咗 yes 嘅人咧就全部賺錢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有趣嘅新聞啦。見到 Coinbase 喺美國上市嘅公司啦，都會見到有呢啲咁嘅出圈嘅事，呢啲搞笑嘅事出現啦。我哋預期咧，其實未來預測市場啦，或者 Poly Market 咧，其實係嗰個熱度係會 keep 住啊，而且咧個交易量咧係會越嚟越多，所以大家都可以關注多少少。
咁啊上個禮拜啦，又同大家分享過3個打新嘅項目啦，分別就係 MMT 啦、Mega Eve 啦同埋 Flight 啦。咁啊3個項目咧，其實嗰個熱度都係非常之高，大家會見到咧 MMT 咧超購咗18倍。Mega Eve 咧超購28倍，咁而 Flight 咧本身冇諗過咁誇張，咁啊最後竟然係超購122倍啊！咁所以咧喺而家成個 market 啊唔係咁好啦，好多人咧就開始去玩呢啲嘅打新項目啦。當越嚟越多啲打新項目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令我去懷疑啦，會唔會真係市場係去到個尾聲啦？去到尾聲嘅時候咧，先至咁多呢啲項目咧爭住喺呢啲嘅時間點咧衝出嚟做一個 TGE，咁所以呢個情況大家小心。咁但係大部分嘅打新項目啦，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嗰個性價比係比較高嘅。咁但係當然啦，每一個項目都會有唔一樣嘅。咁啊最重要大家去觀察啦，佢哋個機制啦，同埋佢哋嗰個 FDV 會係幾多啦。咁啊呢3個項目咧，我同大家講過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可能相對估值比較合理啦，然之後都係有啲明星嘅 investor 去 back up 住啦，咁所以咧呢3個項目如果大家有參加到咧，大機會率咧都係會有賺錢嘅。咁啊講到嚟緊下一個星期啦，我自己有啲咩值得關注嘅項目咧？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個 Stable 嘅第2期預存款啦。咁啊 Stable 咧即係又係一個非常之火熱嘅平台啦。咁啊佢做嘅嘢同之前Plasma嘅差唔多啦，咁而呢個 Stable 咧背後咧又係由 Bitfinex 啦同埋 USDT 嘅一啲團隊咧去back up 住啊，咁所以呢個項目嘅熱度非常之高啦。咁其實佢喺上一個禮拜咧就已經有佢第1期嘅預存款噶啦。咁啊，但係咧佢第1期咧開放咗8億啦，8億嘅美金嘅存款啦，但係咧短短1-2分鐘咧已經打爆晒啦。咁更加傳出就係話咧佢有6億咧係俾咗啲內部人士，咁啊其實就只係派咗1至2億咧俾公眾人士去玩。咁啊最後可能成功參加到第1期存款嘅人咧係可能唔夠200個至300個左右，即係雖然好多爭論啦，咁但係爭論還爭論，咁啊大家都係要參加嘅，因為大家會見到咧而家咧第1期嗰個 receipt 嗰個 coin 咧，而家係有10% 嘅 premium 啊，意思即係講緊咧，而家啲人咧係願意用貴10% 嘅價錢咧去買翻 Phase 1嘅預存款額啊，咁大家都會見到呢個熱度係幾誇張㗎啦。咁啊雖然大家有好多質疑嘅聲音話佢淨係俾內部嘅人士啦，咁但係當呢個第2期預存款開啟咧，我自己都係會關注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就係應該係7號左右嘅時間咧，佢就會開佢哋嗰個預存款㗎啦。咁啊，一定都係頭嗰幾分鐘會打爆㗎啦。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參加嘅話咧，真係要校定鬧鐘喺電腦前面準備好錢，就喺7號嘅時候咧就擺錢入去啦。咁而雖然講到成個市場啦好差啦，咁但係的確嚟講咧，喺 DeFi 嘅世界啦，喺公鏈上面嘅世界咧，有啲項目咧其實係表現唔錯嘅。咁大家會望到啦，其實咧話最近一個月啦或者7日咧，基本上所有公鏈嘅 TVL 都係一片紅海，都係全部都係負5至10% 左右噶啦。咁唯獨咧有一條公鏈咧，我最近係自己比較關注嘅，就係呢個 LNK 公鏈啦。大家會見到最近7日嘅 TVL 喺成個大盤價格下跌嘅時候咧，佢仍然可以升到23%。再望翻去過一個月咧，係升咗36倍，接近37倍。咁呢個係一個咩公鏈咧？呢條公鏈咧其實係由 Kraken 做嘅一條 Layer 2公鏈。咁啊 Kraken 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出名嘅交易所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實力啊，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噶啦。咁而呢條公鏈咧，亦都係佢哋親手去打造嘅一條 Layer 2公鏈，咁就叫 LNK。咁啊而家個 TVL 咧就300 million。咁啊其中一個自己關注緊嘅項目咧，就係叫做呢個TYDRO 啦。咁呢個係一個借貸項目嚟嘅，佢係一個 Aave V3嘅 fork。咁啊呢個項目點解值得關注咧？就係因為咧而家 LNK 咧其實佢哋係未發幣嘅，即係未 TGE 啦。咁啊然之後咧，佢亦都同呢一個嘅 TYDRO 咧有一個嘅合作機會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去到 TYDRO 咧就有一個幾唔錯嘅發明機會。咁我哋望入去呢一個平台啦，大家會望到咧，其實同 Aave 無論係界面啊或者使用上嘅體感咧，都係非常之接近嘅啦。咁都係而家目前有5個 asset 啦，分別就係 UST0 啦、ETH 啦、KBTC 啦、USDG 啦同埋 GHO 嘅。咁啊，基本上就係 BTC、ETH 同埋 Stable Coins 噶啦。咁啊，而家大家望啦，嗰個 supply APY 咧望落去好似好少啦，得幾%啦。咁但係其實真正咧就係因為咧佢背後咧。佢同呢個 LNK 公鏈有個合作，就係而家我哋只要 supply 呢啲嘅 asset 咧，我哋就可以獲取到佢哋嘅分數，佢哋嘅 LNK 分數。咁而呢個 LNK 分數咧，好大機會就係之後係換到 LNK 代幣啦。
咁我自己做嗰啲假算啦，就係如果假設 LNK 嘅公鏈最後係值2個 billion 嘅 FDV 咧，咁啊講緊如果我哋而家存一啲嘅 stable coin 入去咧，就大概可以攞到10%、10% 嘅 APR 啦。咁因為呢度講緊係 net lending 嘅意思，即係話咧，只要我哋將我哋嘅 USDT 咧存入去咧，我哋就可以賺到呢個13% 左右嘅 APR。咁如果我哋做一個 loop borrowing 咧，係做唔到嘅，即係唔可以喺同一個 account 做，因為佢係計 net lending 嘅。如果我哋擺 USDT 入去，再借翻 USDT 走咧，佢就會即係相扣翻啊，所以就賺唔到嗰個 loop borrowing 嘅錢噶啦。咁但係呢度都有個小嘅巧妙，即係我哋可以譬如擺 USDT 入去啦，然之後咧我哋借其他 asset，譬如借 ETH， 然之後我哋將呢個 ETH 咧放入去第二個 wallet， 然之後再用第二個 wallet 咧做一個咁樣嘅借貸動作。咁如果我哋用呢個小技巧去做一個咁嘅 tricks 咧，就可以將我哋嘅 APR 咧就加大啦。咁但係詳細嚟講就唔喺條片講啦。咁有興趣咧，可能之後就我哋喺 TG Group 可以再討論啦，或者喺留言度有咩問題都可以再問我。咁啊總結一下啦，咁啊啱啱講到10月份咧係近呢6年最差嘅表現啦。咁啊以往嚟講咧，其實 Q4 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啦。但係咧，如果我哋假設今年真係牛市，或者真係複製翻2018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慘啊！因為咧2018年嘅 Q4 咧係跌42%啊，無論係 BTC 又好啦，或者係 ETH 都好咧。2018年嘅 Q4 咧係非常之慘噶。咁如果我哋今年真係咁唔好彩，會唔會真係複製翻2018年嘅走勢咧？咁啊而我自己啦，會望到咧喺10月11號咧嗰個大跌嘅時候咧，其實明顯見到好多山寨幣咧係冇足夠嘅流動性支持啊！好多你以為好大嘅山寨幣咧都可以跌8%至9%啦，係完全冇買盤嘅力量支撐翻住嘅。咁亦都代表住咧喺真正恐慌嘅時候、真正大跌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山寨幣咧係冇真正嘅 bias 嘅。咁會唔會代表住其實大部分嘅山寨幣佢嘅真實嘅價值咧係真係零咧？咁呢個大家都要去小心啦。咁啊簡單總結一下就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喺而家呢個市況咧，我自己會偏向咧就係乜都唔好做，主動即係做多啲觀察，唔好做咁多交易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其實投資咧唔一定話係你要主動買呢個、主動賣呢個咧先至係叻㗎。好多時候咧，我哋識得乜都唔做咧，亦都係一個幾好嘅學問啦。尤其是咧喺而家呢個市場咁暗淡啦、咁慘淡嘅時候咧，我哋更加應該係靜靜地去觀察，唔好做咁多餘嘅操作。咁啊，等到可能有一啲明顯嘅利好消息啦。又或者咧，等到可能係即係有啲咩特別嘅 catalyst 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再做操作。目前為止咧，可能我揸住比較多咧，都仍然係可能係 BTC 啊、ETH 啊，同埋一啲嘅 stable coins 咁樣。咁啊，山寨幣咧，我自己就可能喺呢段時間內咧，就會將自己嘅 exposure 咧減多少少，主要做一個觀察為主。咁講到最後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學習下點樣可以即係有系統性咁樣去學習成個加密貨幣嘅投資框架啊，或者點樣去研究每一個幣咧，咁啊最近咧我就同 Desmond 咧去搞咗一個投資嘅實戰課啦，就係從零打造你嘅高勝率研究框架。咁啊當中就會有6個鐘嘅系統化課程啦，就會分開2日嘅。咁啊我同 Desmond 都會親自去教2個唔同嘅決策嘅系統啦。呢下邊應該就係課程大綱啦，主要就分為4個部分啦，就係點樣去閱讀市場嘅溫度，包括咧點樣去揾下一個嘅市場敘事啊，點樣去發掘機會，點樣去打造大家嘅資訊流，同埋咧點樣去深度分析每一個項目，可能從代幣經濟學啊、社群生態等等，最後咧就會形成大家嘅一個投資嘅理論，一個 SOP。咁啊希望咧透過呢一個課程咧，可以幫到大家去建立到自己一個嘅系統啦，去學識點樣去喺茫茫嘅加密貨幣裏邊咧，可以揾到啲優質嘅幣種啦，同埋做好自己嘅投資分析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個課程嘅話咧，就可以喺資訊欄入邊啦，下邊有一啲報名嘅連結嘅啦。咁啊呢條片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週報系列咧，希望大家可以幫我 like 啦、comment 啦同埋 share 啦，或者可以留言講下啦，你對即係大市嘅睇法啦。咁就我哋下條片就再見啦，拜拜。